我哋而家啲港人呢，好中意北上消費，每一次嚟到呢，我都會買好多嘢食，但係成日食咁多，啲牙就越嚟越黃啦。羅湖口岸有咁多洗牙鋪，梗係要去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啦。我啲屋企人之前去過，佢話洗得好乾淨，而且服務又好，最重要係價錢夠晒實惠。今日我帶大家嚟實測下先。講一講交通方面，基本上呢，其實羅湖過關呢，落地鐵站 C 出口或者 D 出口呢，5分鐘呢就直達噶啦。或者呢，搭地鐵9號線人民南站 A1 出口呢都到嘅。而我呢，就喺地鐵站 C 出口一出呢，上返扶手電梯上一層呢，就會見到噶啦。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，佢係有1萬平方米，設施呢係好完善，環境亦都非常之優雅，絕對提供到香港私家醫院嘅高級就診體驗噶。入到嚟當然係需要登記咗先啦，我係一早預約好咗噶，所以呢快好多嘅。講埋俾你哋聽啊，佢哋嘅費用係等於香港嘅1半價錢嘅咋，佢哋係以眼科、口腔同埋綜合醫療為主嘅，絕對符合國際標準噶，所以你哋真係唔使咁擔心。我終於入房啦，而衛生方面呢，見佢哋全部都係用一次性嘅用具，所以真係唔使咁擔心，用得放心又安心啊！洗牙之前呢，醫生都會俾一個同意書，我哋需要簽翻俾佢噶，始終洗嘅過程有機會會出血啊、麻痹等等嘅情況。我個心情真係有啲緊張，因為其實我都幾耐冇洗過牙噶啦，所以我啲牙真係好鬼黃噶。洗之前呢，佢都拍咗個圖片俾我睇，哇，真係都幾黃喎。最大機會呢，就係因為我成日都飲咖啡同埋奶茶，搞到呢牙嘅表面呢，全部都黃冚冚噶。洗嘅過程之中呢，其實呢都有少少麻痹同埋痛嘅感覺，始終呢都有好多結石喺入邊。醫生呢亦都好用心咁幫我撩晒出嚟，好乾淨啊。其實洗牙嘅過程呢，有時啲水會彈到落隻眼度噶嘛，但係佢哋最貼心嘅服務呢，係有一塊布會遮住咗噶，有化開妝嘅朋友仔就唔使擔心會甩妝啦。過程呢，大約其實都係30分鐘到呢，就已經洗完噶啦。哇，睇我啲牙齒乾淨咗幾多，白翻好多啦。我今次呢一個口腔洗牙嘅服務呢，其實都有埋照 CT 嘅。入到去當然要着翻一件防輻射嘅衫先啦。過程中都好快就完咗咯，都會有一啲少量嘅飲品提供翻嘅。佢哋嘅付款方法都有好多嘅，可以俾現金、WeChat Pay、Alipay、Visa、Master、銀聯等等。仲要佢哋係全程廣東話服務噶，我哋香港人嚟到呢，都唔會驚溝通唔到噶。俾完錢之後呢，當然佢哋都會提供翻一個收據單俾我，仲最後送埋一個護理包俾我添啊！真係好貼心嘅服務啊！